喺一個銀白色嘅冬夜，雪花靜靜咁飄落，村莊入面啲細路仔堆起咗一個細細嘅雪人。佢有紅紅嘅圍巾，歪歪嘅細帽，睇落又得意又孤單。冇人知道喺呢個特別嘅平安夜，雪人心入面收埋住一個小小嘅願望。佢希望自己可以變成真正嘅小朋友，同大家一齊唱歌，一齊分享聖誕嘅快樂。鐘聲就快要響起，奇妙嘅冒險亦都要開始啦。HY Story。小雪人的願望。喺一個落雪嘅平安夜，村入面啲小朋友喺雪地度堆咗一個雪人。佢有圓圓嘅身仔，紅紅嘅圍巾，仲戴住一頂歪歪嘅細帽。小朋友笑住講：你就係我哋嘅聖誕雪人啊！夜晚，星星喺天空閃閃發亮。村入面嘅鐘樓準備敲響12點嘅聖誕鐘聲。就喺嗰陣，雪人心入面悄悄地許咗一個願望：如果我可以變成真正嘅小朋友，就可以同大家一齊唱歌，一齊分享禮物啦。鐘聲響起，雪人突然覺得身體暖暖地，佢竟然喐得啦！佢有咗雙腳，可以喺雪地度跑跑跳跳。雪人好開心，佢決定去搵能夠令願望真正實現嘅魔法。佢一路行啊，遇到咗幾個新朋友。小狐狸跑過嚟，送咗一粒閃亮嘅松果俾雪人，講：真正嘅小朋友係會珍惜朋友嘅心意。小鳥停喺樹枝上面，教雪人唱聖誕歌，講：真正嘅小朋友係會用歌聲去分享快樂。最後，雪人遇到一個孤單嘅女孩子，佢冇聖誕禮物，眼神入面有啲失落。雪人諗咗一陣，就將自己嘅紅圍巾送俾佢。小女孩雙眼即刻亮起嚟，笑容好甜。雪人慢慢明白，原來變成真正嘅小朋友，唔係靠魔法，而係靠友情同分享。當佢將快樂送俾人嘅時候，佢嘅心就好似星星咁閃亮。就喺最後一聲鐘響落下嘅時候，雪人感覺到身體再次變化。佢低頭一望，自己真係變成一個小男孩。小朋友驚喜咁跑過嚟，拉住佢嘅手一齊唱歌跳舞。聖誕樹下多咗一個新朋友。由嗰日開始，雪人唔再只係雪砌成嘅，佢成為咗一個真正嘅細路，並且永遠記住，聖誕嘅魔法唔在於禮物，而在於分享同友情。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